2025年10月5號晚上，一則娛樂新聞跟貨重磅炸彈似的，在網絡上炸開了窩。標題那叫一個勁爆，劉穎璇深夜與神秘男玩車震曝光。視頻裡 ，TVB 當公小花劉穎璇和一個神秘男子在車裡那叫一個親密，畫面雖說有點模糊，可那股子曖昧勁人都快日出屏幕了。狗仔隊還在旁邊各種渲染，集魔全程跟拍獨家爆料。這消息一出來，直接就衝上熱搜榜首，也就2個小時，相關話題閱讀量蹭蹭地突破了5億。微博、抖音、小紅書這些平台，全被劉穎璇車震、TVB 小花塌房之類的關鍵詞給刷屏了。這事人一鬧大， TVB 高層那可坐不住了，連夜就開了個緊急會議。樂易玲接受港媒採訪的時候，那表情又氣又失望，直接就放話。太讓我失望了，還痛批劉穎璇自毀前程。劉穎璇的社交賬號評論歐，那場面簡直沒法看，粉絲退粉回踩，路人各種嘲諷，媒體旋一個勁危地追問，這位之前靠着長腿女神、港姐亞軍這些標籤走紅的26歲小花，一下子就從雲端啪嗒一聲掉到了谷底。這看着就是個普通的狗仔偷拍是人，咋就能引起這麼大的動靜呢？是娛樂圈裡對道德審判的狂歡，全是資本和流量在背後搗鬼。接下來，咋就從時間線、人物關係、船友行業生態這3個方面，好好爬一爬這場風波背後的真相。10月5號晚上23:08分，有個娛樂博主在抖音發了個短視頻，標題就是那個勁爆的劉穎璇深夜與神秘男玩車震。視頻裡，劉穎璇穿着一身黑色緊身衣，和一個戴口罩的男子轉進了一輛銀色轎車，車裡燈光昏昏暗暗的，兩人那姿勢，一看就關係不一般。狗仔最可繪找細節了，車窗反光，肢體動作灑的，都成了他們暗示兩人有貓膩的證據。再配上全程跟拍獨家猛料這些文案，好像真找住了雜魔大把病似的。這視頻一出來，就跟長了翅膀一樣，在微博、抖音、小紅書這些平台上瘋傳。井號劉穎璇車震井號這個話題，一下子就衝到了熱搜榜首，也就2個小時，閱讀量嗖地突破了3億。網友們那好奇心，就跟被毛找了似的，根據視頻裡的車牌號、男子體型這些線索，開始人肉搜索神秘男子的身份。船友營銷號在那人線放點火，說男方為某富商之子，這下可好，話題熱度蹭蹭往上漲。10月6號凌晨1點，TVB 高層樂易玲接受港媒採訪的時候，那語氣嚴肅得很，說作為公眾人物，劉穎璇的行為嚴重違反公司規定，我們對此非常失望。他旋透露， TVB 已經連夜開了個緊急會議，會根據調查結果來決定怎麼處罰劉穎璇。緊接着 TVB 官方也發了聲明，說已成立專項小組調查此事，將依法依規處理。船特別強調公司對藝人私德問題零容忍。這聲明一出來，媒體就開始解鬥了，說這是 TVB 與劉穎璇切割的信號。輿論一下子就轉向了對劉穎璇的道德審判。這事人曝光以後，劉穎璇的社交賬號評論歐就跟炸了窩一樣，網友們那留言，從一開始的求真相，到後來直接就喊滾出娛樂圈了。10月6號晚上，劉穎璇的經紀人通過工作室賬號發了份聲明，說視頻內容存在斷章取義，劉穎璇與男方近為普通朋友，車內談話內容被惡意曲解。船表示將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。可這聲明發出來，根本就沒平息輿論。部分粉絲覺得劉穎璇逃避責任態度敷衍，直接就宣布脫粉了。路人網友呢，也質疑這聲明缺乏證據，越描越黑。更巧的是，這時候有媒體把劉穎璇之前和男星胡的車震緋聞又翻了出來，舊聞和新料搞在一起，輿論徹底就失控了。10月7號，有個娛樂博主爆料說神秘男子為某地產富商之子，身家過億，船附上了男方與劉穎璇多次同框的照片。雖說照片有點模糊，可網友們那眼睛就跟偵探似的，通過比對男方體型、穿着，覺得和視頻裡的男子特別像。
不過，劉穎璇方又出來否認了，說男方更為圈外好友，不存在金錢往來。可借男方身份到現在也沒個準信人，有媒體就猜測，這可能是狗仔隊為博流量編造的劇本，但也沒啥實質證據。劉穎璇1999年在香港出生，2016年的時候，她才17歲，就去參加了香港小姐競選。這姑娘長得那叫一個甜，身材又高挑，旋有長腿女神這個標籤，一下子就拿了亞軍，然後就被 TVB 簽下了，成了重點培養的對象。在演藝方面，她可未少演戲，像《奪命提示》《壯志驕陽》這些劇集，她都有參演。旋和陳山聰、高海寧這些當紅藝人合作過，她演的角色大多是打女、性感女神之類的，動作揮演得挺大勁，身材管理也特別好，就靠這些吸引了不少粉絲。在綜藝方面，她在《歡樂滿東華》裏挑戰人拉車極限表演，本來是個挺正能量的事人，結果因為車裏坐了個司機，引起了不少爭議。不過，她那次表演籌到了80萬善款，公益形象倒是深入人心了。在感情生活方面，她之前就被拍到和星二代男星胡在車裏密會了20分鐘，男方說只是聊天，可車震這個標籤就一直跟着她，怎麼都摘不掉。樂易玲可是 TVB 的高層，算是藝人管理部總監，在圈裏那可是出了名的鐵腕。2018年的時候，有個小生出軌，他直接就把人家給雪藏了。2022年，又有個女星耍大牌，他也公開表示 TVB 不需要這樣的藝人。這次對劉穎璇，他那太失望的表態，媒體都解讀成 TVB 對藝人道德要求的最後通牒了。他在採訪裏璇強調，藝人可不光是商品，更是公眾榜樣，私德有虧的 TVB 絕對不配姑息。雖說媒體爆料說神秘男子為富商之子，可到現在也沒個實錘。有業內人士就說了，這次的事人說不定就是狗仔隊為博流量編造的劇本，男方可能就是個普通朋友，甚至有可能是臨時演員。有個資深娛樂記者就說，現在狗仔最可會玩了，找個人配合拍個視頻，再編個富商之子的故事，流量就來了。可劉穎璇方要是拿不出證據反駁，就只能哥挨打了。這次的事人，狗仔隊可真是大顯身手了。他們通過模糊視頻、暗示性文案、人肉搜索這些手段，把一個普通的朋友聚會，硬是包裝成了車震醜聞，背後其實就是流量經濟在作怪。這偷拍的成本可低了，一台高清攝像機，一輛跟蹤車，花不了幾個錢，也就數萬元。可爆料以後，廣告分成、配運付費、打賞這些收入，加起來能有上百萬呢。而且，現在國內對娛樂新聞造謠的處罰力度也不大，狗仔隊就算被起訴了，也常常拿主觀猜測保護藝人隱私這些理由來退債。這流量變現的速度也快得很，視頻發布以後24小時內，相關話題閱讀量就破了5億，狗仔隊賬號粉絲一下子就漲了50萬，廣告合作邀約都接到手軟了。TVB 在這次事件裏的回應，媒體都覺得有點矛盾，好像既想保住藝人，又想平息輿論。他們連夜開會，表面上看是嚴肅處理，其實就是想控制輿論走向，別讓這事偽變成 TVB 管理失當的負面新聞。樂易玲那表態，用太失望這些情緒化的詞，就是想把公眾對 TVB 管理責任的關注給轉移走，同時給劉穎璇施壓，讓他主動認錯。聲明裏說的將依法依規處理，這表述模模糊糊的，其實就是給後面冷處理或者有限處罰留了個後路。劉穎璇的粉絲群體大多都是年輕女性，之前他們可喜歡劉穎璇了，為她公益表演、身材管理、演技進步這些事人點讚。可這次出了這事人，部分粉絲直接就脫粉回踩了，這信任一下子就崩塌了。粉絲覺得劉穎璇隱瞞感情生活消費公眾信任，甚至有粉絲把她的黑歷史都整理出來了，像之前和胡的緋聞、綜藝裏的爭議表現啥的。剩下的粉絲呢，就發起了守護劉穎璇的話題，
旋攻擊媒體造謠，路人跟風，和反對的人吵得不可開交。這事人對他的商業價值影響可大了。他代言的某個化妝品品牌，趕緊就把他的廣告給撤下來了。劇集《壯志驕陽》的宣傳也減少了他的鏡頭，商業合作眼看着就要黃了。劉永璇這事人又把藝人私德這個問題給擺到台面上了，大家就在那人討論藝人到底有沒有權利保留自己的隱私，公眾有沒有權利監督他們的私生活。從法律層面嚟說，現在國內法律對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保護船比較弱，狗仔罪偷拍、造謠這些行為，常常就因為公眾人趣被縱容了。從道德層面嚟講，藝人作為公眾人物，他們的行為確實會對粉絲產生影響，可私德有虧到底能不能成為封殺他們的理由呢？這船得大家達成一個共識。從行業層面嚟說， TVB 這些經紀公司得建立更完善的藝人管理機制，別光等出了事偽才切割。流量時代的道德審判，我們是否在參與一場狂歡？這次的事人，網友們從一開始求真相，到後來直接就人身攻擊了，這背後其實暴露了流量時代下的道德失焦。好多人都是被情緒帶着走，根本就未去核實信息是真是假，就憑着視頻片段和營銷號的文案，就跟着批判起來了，好像這樣就能顯示出自己的道德優越感。媒體為了流量編造故事，平台為了點擊率推送爭議內容，網友為了發洩情緒跟風攻擊，這三方一起，就把這事人給推得更糟了。這種事人要是多了，公眾對藝人就會越嚟越不信任，到時候就會形成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極端心態，對整個行業生態都不好。劉永璇這事人給娛樂圈敲了個警鐘，靠流量炒作緋聞這種發展模式已經走不通了。在藝人培養方面，經紀公司得把重點放在藝人的專業能力和道德修養上，別光看外貌和話題炒作。在內容創新方面， TVB 這些平台得推出更多優質的劇集和綜藝，別老盯着藝人的私生活。在法律完善方面，得推動立法保護公眾人物的隱私權，嚴懲那些造謠傳謠的行為，營造一個健康的輿論環境。劉永璇的車震風波，其實就是一場由狗仔隊策劃、媒體推動、網友參與的流量狂歡。他把娛樂圈的道德困境、流量經濟的弊端，船友公眾在信息時代的責任缺失，都給暴露出來了。對劉永璇來說，這可能是他職業生涯裡最艱難的時刻，可也是他成長的一個機會。他能不能從這場輿論風暴裡走出來，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，這決定了他以後能走多遠。對行業來說，這是人得成為一個轉型的起點，得從流量至上變成內容為王，從道德審判變成專業評價，娛樂圈得來一場深刻的自我革新。對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說，也得問問自己，在參與輿論狂歡的時候，有沒有保持理性？在評判別人的時候，有沒有給別人基本的尊重？這風暴總會過去的，可反思不能停，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場風波的參與者，也是未來娛樂生態的塑造者。